面對住霍家爭產風波，結婚啱啱滿1年嘅郭晶晶同霍啟剛，為免目睹更多嘅是是非非，決定連大宅都唔住，仲要淪落到要自己買餸搬嘢啊！喺霍大宅對面大約1分鐘路程嘅海逸樓，據聞係霍家上年以一間 BVI 公司用5900萬買入嘅2000尺單位。喺今個月初，晶晶同啟剛就正式入伙啦。雖然有霍家口袋分到豪宅，但係唔代表包你一條龍服務㗎吓。蔥、廁紙、紅白藍膠袋唔係啩？原來佢哋仲未排到有工人服侍，搞到連買餸同埋翻大宅搬嘢都要親力親為，全程淨係見到有一個保姆負責照顧霍 BB。去到夜晚都見到有人送飯餸送湯水過去嘅，咁近大宅都唔過去一齊食，唔通晶晶真係咁唔慣霍家嘅生活？睇翻呢粒長智的孫，話咁快都已經3個月大啦，肥嘟嘟咁，對眼呢就似足郭晶晶，直情成個餅印咁啊！